好，许巍老师，我们要来微笑生活课语喽。今天许巍老师呢，一开始要教的是形容这个男人长得很好看，嘿嘿，男士们走过来，走过来，看过来哟。第一句话，我们形容说他长得很好看，叫做拍头，来跟着念拍头，哎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懂拍头，懂就是很的意思，所以懂拍头，很拍头。再来，你可以说好看，好看就是好看的意思。但是我们学过好多次懂，今天许巍老师要教亲。亲，那个亲意思是指最怎么样，所以亲拍头就是最派头最好看，亲后看最好看，教会了吗？跟我念一次，亲拍头，亲后看。哇，好多男生说我吗？哎，旁边的女生来，现在要讲你喽。你长得很漂亮，很可爱，客家话叫讲，讲就是指漂亮的意思，讲。然后呢，可爱呢叫做的印象，的印象很得人疼惜的意思，懂的印象哦。现在我要教的是亲，来怎么说？亲讲，对了，来赶快对旁边的老婆说，亲讲最漂亮了，最可爱呢，亲等一下哦，亲等一下哦，很得人疼爱，很可爱的样子哦。再来，我们说他呀，又高又帅，给又高又拍头，又就是又，给又高又拍头。然后我们说女孩子呢，她又漂亮又有耐心，给又讲又有耐心，给又讲又有耐心，又就是又的意思啦。I'm boy， 好棒好棒哦，一学就会咯。哎，接下来音课喜相逢，学文老师要教一个字，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叫做楼角面。楼角面，面就是脸的意思。什么是楼角呢？哎，别急，听我讲完哦，不要一学就说哇，我是楼角面。注意哈，楼角是我们客家人要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呢，这个手上会拿的那种竹篓子，可是它有2、3层，还有盖子的。那个叫做楼角，可是我们说这个人的脸长得像那种竹篓子，是指他长得很没人缘，很讨人厌。倒不是说丑不丑而是说大家看了他就不喜欢他。那大家会以为说是不是英文说 Frankenstein 这个字呢是科学怪人，那是指他长得很丑。客家话的楼角面就是曾经很红《霹雳火》里面那个邢素兰呐，那就是典型的看了就讨厌的人，就是楼角面。你绝对不是楼角面哦。好，今天就学到这里喽。接下来呢，要跟许巍老师一起复习一下哦，来哦，跟着我念哦。形容男人长得很好看，来，拍头，拍头，好看，好看，最好看，最帅，叫做轻拍头。轻拍头，轻后看，轻后看。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讲，很可爱，等一下，又高又帅哦，又高又拍头，又讲又有耐心。希望大家都不是楼角面。今天学到这了，安子 say 再见。